異物。樂信鎮級感冒靈，世界天氣預報。世界天氣預報係由無懼任何天氣轉變，時刻關心你嘅樂信藥業提供。見慣風浪嘅老股民，整一日都係圍繞個股轉嚟轉。初入股場嘅80-90後，當時老股機長在跟我開玩笑說，是離組是離組是年輕人。今次 A 股由風牛變股災，佢哋學到啲咩呢？蘇麗中標特約財經透視 A 股災後1月，星期日晚6點及深夜12點1美出台。恒指險守24,000點嘅，咁但係就跌至1個月以嚟嘅低位。咁朝早咧低開229點之後